前日昨晚，桃园出动300个警察，针对 KTV 酒店、永盛馆等等的特定场所扩大专案调查，拢总抓到120个人违法在作恶的，有不少是外国人，甚至是有人是摕观光免签的护照来台湾做违法的代志。这个叫文文的人，伫网络顶刊信交易信息，大园分区警察去交易地点抓人，查护照时发现，这个摕观光免签证来台湾，看起来那像是查某人的泰国籍人士，护照顶头的性别是男性，并在其身上查获安非他命毒品0.93公克，全案依违反《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》、《毒品防治条例》移送法办。这个非法卖身的29岁泰国跨性别人士，也已经奉照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处罚。桃园分局也监控永盛馆收集证据，同款查到外籍违法卖身女性，包括7个泰国籍、3个越南籍，甲1个台湾籍。其中2家有暗中经营色情之状况，经完成收证，于昨日进行查缉，共查获应招女子11名及客人3名，全案依法移请侦办。进前，桃园警方针对 KTV 酒店、休闲会馆、永盛馆、甲乌堂营业等特种行业和治安顾虑场所，扩大实施专案扫黄。一了调查到妨害风化案65件，非法卖身120人，也会继续强化网络巡逻，清查高风险社区大楼甲出租套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